開始下晝嘅話語。愛我哋永不改變，我哋天上嘅父，我哋感謝你，感謝你賜俾我哋今次宣講你話語嘅機會。等你哋感謝你，亦都召集所有渴望你話語嘅弟兄姊妹聚集埋一齊，能夠聆聽到你嘅話語，能夠因着你嘅話語，能夠認識你獨一嘅真神，並且認識你所差嚟嘅耶穌基督，因此得着神你嘅救恩，明白耶穌基督喺2000年前為我哋釘十字架，流盡佢嘅寶血，洗淨咗一切嘅罪，所有人類嘅罪，包括我哋所有人嘅罪，包括我哋每一個人嘅罪，都已經洗淨咗。我哋單單因着咁樣嘅信心，我哋罪得赦免，我哋得着永生嘅福分。感謝你，下晝嘅時間，求主你亦與我哋同在，聖靈喺度做工，代言話語呢個卑微不足嘅出口，求主你亦救牧，聖靈親自嘅引導同埋帶領，等所傳講嘅能夠更加清楚明白，聆聽嘅亦都能夠得着這話語嘅造就。我哋以下嘅時間咁樣完全嘅交託，祈禱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好，我哋通過上午嘅福音宣講，下晝我哋再強化下我哋對呢個福音同埋信心嘅理解，再講解點得救之後係點樣去扎根喺教會個信仰生活。約翰福音嘅5章，約翰福音嘅3章15節裏邊講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3章16節裏邊講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約翰福音嘅3章18節裏面講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，因為他不信獨生子的名。3章36節裏面講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呢度話俾我哋知點樣得着永生呢？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每一節經文裏邊都有個咩字啊？信，係咪？信就得嘅啦，信就得嘅啦。信，佢係咪叫我哋要有咩行為啊？有咩功勞啊？要守律法啊？要做乜嘢神佢先至能夠接受我哋啊？唔使，完全係因着信，信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，
點樣叫做永生？信耶穌基督為我哋所釘嘅十字架，流盡佢嘅寶血，洗淨我哋一切嘅罪，因罪得赦免，明白救恩。所以我哋得救係因為信，得着永生係因為信。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信永生，信就有永生嘅啦，信就有永生。單單因着信，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罪已經定了，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。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。被定罪嘅係因為點呀？不信。佢係咪話犯罪嘅罪已經定了？係咪咁講啊？唔係，唔係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，因為係唔信，唔信，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。被定罪係因為唔信，唔信嘅罪係冇得赦免嘅，唔信，唔信，唔信就得不着赦免。36節呢度講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得到永生係因為信，信係有個內容嘅，信嘅內容係乜嘢？明白耶穌基督係神嚟到呢度，親自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上，佢係通過童貞女瑪利亞嘅胎嚟到呢個世上嘅，佢唔係亞當嘅遺傳嘅罪身嚟到呢個世上嘅，唔係嘅，佢係聖靈感人童貞女瑪利亞，係喺冇罪嘅呢個遺傳嘅身體嚟到呢個世上，所以佢冇犯過罪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佢嚟到呢個世上做到乜嘢呢？為我哋所有嘅人釘咗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第三天復活。以弗所書嘅2章8到9節裏邊講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，也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。本乎恩，呢個恩係咩意思啊？耶穌基督為我哋釘十字架，流血洗淨我哋嘅罪，呢個恩，呢個恩就係咁嘅解釋。也因着信，如果唔信能唔能夠得到啊？得唔到嘅，唔信得唔到。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係唔係自己叻啊？能夠信啊？唔係，聽到咁嘅信息之後，聖靈做工，神嘅話語聽到之後，聖靈做工，所以我能夠信，乃是神所賜的，係咪？乃是神所賜的，也不是出於行為。有冇我哋一啲啲嘅功勞喺度啊？冇，一啲都冇，完全係主耶穌基督獨立完成嘅，免得有人自誇。喺救恩呢件事上，有冇得自誇？啊，我悟性好啲啊，我叻啲啊，我聽明白咗啊，有冇咁嘅自誇？冇。感謝神，感謝神嘅恩典，感謝神開恩可憐我呢個罪人，所以我能夠得救。羅馬書10章9到10節，
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，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，就必得救。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，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。有人誤解咗呢兩節經文，話口裏相信，心裏口裏承認，心裏相信，口裏承認，就可以得救。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，就必得救。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，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。呢個心裏相信係有個內容嘅，係有個內容嘅，唔係話我信耶穌，我信耶穌就可以稱義。信耶穌為你做咗乜嘢？耶穌係邊個？佢點樣嚟嘅？佢係點樣嘅身份？佢係咪一個聖潔嘅人？呢個要完全知道嘅，我哋要知道嘅，係好有把握嘅，唔係話就係信個名，跟住就得咗啦咁樣，唔係咁嘅。所以我哋所信嘅內容係確鑿嘅，係心裏係好淡定咁知道嘅。使徒行傳13章嘅38到39節裏邊講，所以弟兄們，你們曉得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。你們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，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。得稱義係靠着乜嘢呢？信靠這人耶穌基督，耶穌基督係神親自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上，為我哋釘十字架，流盡佢嘅寶血，洗淨我哋一切嘅罪。使徒行傳10章43節裏邊講，眾先知也為他作見證，說凡信他的，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凡信他的人，信一樣係有個內容嘅，唔係話信耶穌，我都信耶穌，你都信耶穌啊？耶穌為你做咗乜嘢？心裏邊有冇真正確信得救嘅確信呢？呢個好重要嘅，好重要。加拉太書嘅2章16節，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穌基督，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，不因行律法稱義。因為凡有血氣的，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，冇一個人行律法稱義，但係乃是因信耶穌基督。一樣嘅，一提到呢個名嘅時候呢，你要明白佢為咗我哋做咗乜嘢，佢係邊個為咗我哋做咗乜嘢？呢個要好清楚嘅。佢係神親自道成咗肉身，通過童貞女瑪利亞嘅身體嚟到呢個世上，佢冇繼承罪人嘅罪性嘅，佢係一個聖潔冇罪嘅人嚟到呢個世上，佢未犯過罪，所以佢喺冇罪嘅身體為我哋親自上咗十字架，釘死喺上邊，流盡佢寶血，洗淨我哋一切嘅罪。呢個因信耶穌基督唔係得呢幾個字啊！你要明白佢背後係為我哋做咗乜嘢，確切嘅知道。因信基督稱義。羅馬書1章16節裏邊講，我不以福音為恥，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乜嘢？相信的，先是猶太人，後是希臘人。呢個都係突出一個信唔信，有冇真實嘅內容喺裏邊？好似今次大家嚟到呢度聽完所有嘅課程之後，你信唔信呢度有講聖經，有講福音，
信啊嘛，因為知道啊，因為你經歷過啦，因為你嚟咗啦，呢個記憶能唔能夠抹去啊？呢個信心能唔能夠抹咗你喺內心裏邊？唔能夠。我哋信耶穌一樣咁樣嘅。耶穌為我哋做到乜嘢？佢係聖潔嘅身份嚟到呢個世上，一個冇罪嘅身份為我哋釘十字架，流盡佢寶血，背負我哋世人所有嘅罪，受咗審判，用佢寶血洗淨我哋一切嘅罪。約翰福音嘅5章24節，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於定罪，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信聽我話，主耶穌咁講啊，聽我話，佢為我哋做咗咩？佢講得一清二楚嘅。又信差我嚟者，邊個差佢嚟啊？神差佢嚟噶嘛？神差佢嚟，天父差佢嚟嘅，就有永生，不至於定罪，已經出死入生啦。所有咁樣相信嘅人都係已經出死入生，所以信嘅內容非常之重要，唔係糊裏糊塗信嘅。有句說話叫糊裏糊塗信耶穌，明明白白落地獄。明明白白信耶穌，清清楚楚上天國，係咪？咁得救咗之後呢，我哋會有一個身份嘅轉變啊！身份，我哋原來係一個罪人，因着耶穌基督嘅寶血洗淨一切嘅罪，我哋變成神嘅兒子。神嘅兒子，呢個身份嘅改變，一個狀態呢，我哋係咪一得救咗就完全聖潔啊？唔係啊，個狀態係咁樣嘅，一個罪人。係喺教會個信仰生活當中，俾神嘅話語同埋恩典嘅牧養當中，不斷咁樣成長，有一個漸漸成聖嘅過程嘅，漸漸成聖嘅過程。呢個身份已經得到啦，呢個身份係確鑿嘅。呢個成聖嘅呢個狀態係要扎根喺教會之後。慢慢有變化，就好似有一個皇帝，佢一個王子流落喺民間，做咗乞兒，跟住呢，佢喺民間度做乞兒，成個乞兒相咁樣，着得又破破爛爛，見到有食嘅搶嚟食，有多啲呢就收收埋埋，用手食飯，成身污糟邋遢。日日都唔沖涼嘅，但係去到揾到啦，呢個皇帝揾到呢個王子，確認咗呢個身份，咁呢個人佢仲係嗰種生活習慣仲好似個乞兒咁嘅，但係佢個身份已經確認咗啦，佢係咪王子啊？佢係咪繼承皇帝嘅產業嘅人啊？佢入到皇宮裏邊呢，佢好長時間個生活習慣仲好似個乞兒咁嘅。佢搬咗好多食嘅嘢，搬上床，跟住呢就放喺度，瞓到發毛，佢一樣喺攞出嚟食。因為佢曾經嘅生活習慣就係咁樣。但係呢，佢慢慢生活咗之後呢，佢發現呢，哇！佢皇宮裏邊乜嘢都有嘅。佢皇宮裏邊呢有好多師傅去教導佢，好多禮儀，好多禮節，好多人服侍佢。佢有好多新嘅衣服着都着唔晒，好多好食嘅嘢，佢唔使攞匿埋，佢唔使自己攞起身
藏起身，佢唔怕俾人哋攞咗，佢大把，佢皇宮嗰度大把嘢食，佢仲使唔使攞啲嘢收收埋埋啊？唔使，佢仲使唔使？佢仲會唔會冇洗手就咁樣污糟邋遢攞去食啊？唔會，佢慢慢有人調教佢嘅，慢慢佢會知道，哇！佢皇宮裏邊乜嘢都有，佢會慢慢養成一個王子嘅，同佢嘅身份相稱嘅一個生活習慣同埋一個形象嘅。我哋剛剛得救嘅人又係咁樣，因為之前一直喺罪裏邊，所以呢難免仲係會犯罪。但係呢，我哋都唔使灰心嘅，因為呢個係一個狀態，需要扎根喺教會，靠着恩典先至能夠勝過所有嘅罪，先至能夠慢慢漸漸成聖，活出神嘅兒子嗰個身份嘅狀態。仲有一個呢，就係我哋得救咗之後，仲會唔會犯罪呢？會犯罪嘅，因為仲係有呢個軟弱嘅身體，一個罪性嘅身體，仲生活喺呢個肉體裏邊，所以你偶然都會俾過分所勝。軟弱嘅時候都會犯罪，但係呢，我哋都要悔改。悔改呢係有兩種嘅，我哋未得救之前，尋晚叫大家翻去一定要悔改，求神拯救，悔改，認識到我哋係一個罪人，係要落到地獄嘅咁嘅命運，所以向神請求悔改，求神拯救我哋。呢個目的係為咗咩嘢？目的係為咗得救，為咗罪得赦免，為咗唔使落地獄。一個罪人嘅悔改，未得救人嘅悔改，係為咗得救，為咗罪得赦免，為咗唔落地獄。呢個係未得救之前嘅悔改，就係為咗得救。但係我哋得救咗嘅人，如果犯罪，使唔使悔改啊？一樣要悔改嘅，一樣要悔改嘅。義人嘅悔改，一個得救嘅人，如果佢罪犯罪嘅話，一樣要悔改嘅。如果唔悔改會點樣啊？神會管教嘅，神會管教嘅。所以我哋話罪都赦免晒啦，咁咪我隨便犯罪都得嘅？隨便犯罪喎，因為已經罪得赦免啦，得救之後嘅罪亦都赦免咗啦，以後嘅罪亦都赦免咗啦，咁隨便犯罪得啦，係咪？係咪咁樣？唔係嘅，如果得救咗之後犯罪呢，係有神嘅管教嘅，管教好痛嘅，管教真係好痛嘅。雖然得救之後再犯罪唔會再落地獄啦，但係呢，因為得救之後已經係神嘅兒子，所以神會管教，神唔會再審判我哋。但係神會管教，審判呢係拉去差館，拉去法院，叫人哋審判。嗰啲呢係冇關係嘅人，但係依家係有關係嘅人，已經係神嘅兒子啦。罪犯罪呢，我哋會同神嘅溝通係斷絕嘅，係影響咗我哋同神嘅關係嘅，所以要恢復與神嘅關係，所以要悔改，要免受或者減輕管教，所以要悔改。犯罪嘅時候呢，得救嘅人犯罪，神會管教嘅。但係我哋及時悔改嘅話呢，神嘅恩典都會臨到我哋嘅，神都會寬容我哋嘅，神都要饒恕我哋嘅，神嘅管教都會撤開嘅，會撤開嘅。但係呢，如果我哋
得救嘅人犯罪唔悔改呢，神嘅管教會越來越重，會越來越重，甚至有啲管教到死咗都有。神嘅管教係好嚴厲嘅，所以唔係話得救咗之後可以隨便犯罪，唔係嘅。更加我哋靠住神嘅恩典、神嘅話語扎根喺教會，係慢慢有個成聖嘅過程。但係神呢都會足夠嘅恩典俾我哋，神有恩典俾我哋嘅，靠住神嘅恩典，我哋去漸漸成聖。馬可福音嘅4章26到29節咁樣講，又說神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覺，白日起來，這種就發芽漸長，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。地生五穀，樹出於自然，先發苗，後長穗，最後穗上結出飽滿的籽粒，穀既熟了，就用鐮刀去割，因為收成的時候到了。我哋得救之後呢，係已經係神國嘅人，神國嘅人。神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，種子撒落去之後呢，佢黑夜睡覺，白日起來，這種就發芽漸長，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。呢個種子撒落去之後呢，佢點樣生出嚟？其實我哋人有時候睇唔到嘅，唔知嘅，但係佢慢慢佢就長起身啦。佢慢慢只要有種子撒喺嗰個心田裏邊，呢個種係咩嘢呢？呢個種代表係咩嘢呢？神嘅話語、福音撒喺人嘅心田裏邊嘅時候呢，佢會發芽，會長起身。所以我哋呢個土壤係呢個心田就好似土壤咁樣嘅，有好嘅土壤，佢就會長起身。所以我哋佈道會嘅時候呢，一直喺度舉出證據嘅，係咪？好多證據，一個證據，兩個證據，好多證據呢係慢慢將我哋唔信嘅剛硬嘅心，好似泥田咁樣，泥一片爬一片，泥一片，將個鬆土將啲土整鬆佢，整鬆佢之後，個種子撒落去，撒落去之後呢，佢慢慢會長起身，呢個長起身之後呢，發芽漸長。我哋扎根喺教會，慢慢通過神嘅話語，慢慢神藉着話語，神喺佢教會裏邊做工嘅，神嘅恩典喺教會當中會賜落嚟。神嘅恩典係通過教會賜落嚟嘅，所以我哋只要一直扎根喺教會嘅時候呢，神嘅恩典不斷喺度澆灌，神藉着佢話語不斷向我哋
宣講佢嘅恩典。我哋沐浴喺神嘅恩典裏邊，神嘅祝福、神嘅恩典一直會喺我哋嘅生命當中流露出嚟嘅。我哋喺神嘅恩典當中不斷咁樣成長，不斷咁樣去更加有信心，更加成長當中會俾神所使用嘅。因為呢裏邊神係藉着佢嘅話語、聖靈做工嘅結果，所以我哋扎根嘅教會得救之後呢，呢度裏邊講呢28節，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，先發苗，後長穗，最後穗上結出飽滿的籽粒。先發苗係咩意思啊？得救咗，得救咗。先發苗即係有咗生命啦。聽到話語之後，呢個種子，呢個福音嘅種子種入去之後呢，有咗生命，接受咗啦。呢個心田裏邊要長出呢個苗，就好似一個新生命誕生咗啦。新生命誕生咗之後呢，先發苗，見到信咗啦，得救咗啦，相信咗啦，聖靈藉着神嘅話語做工嘅時候，信咗嘅人呢，係因為聖靈做工嘅結果。聖靈喺信嘅人呢，會藉着神嘅話語、真理嘅信息進入到我哋心裏邊。聖靈會進入到我哋心裏邊，咁就得救咗。神嘅話語喺裏邊就好似種子咁樣入到，遇到好嘅土壤，接受咗，有各種嘅環境適合嘅時候，佢就生根，佢就發苗，得救咗。得救咗之後，最後呢點樣呢？最後長穗，後長穗。先發苗係靈魂嘅得救，靈魂得救。後長穗呢係扎根喺教會得救咗之後，不斷被牧養當中，不斷咁樣成長嘅，成長。呢個係一個成聖嘅過程，叫做先發苗，叫做靈魂嘅救恩。先發苗係得救咗，靈魂得救咗。靈魂嘅救恩得救咗之後呢，後長穗，後長穗呢就係慢慢成長，係一個成聖嘅過程，亦叫做生活嘅得救，亦叫做品性嘅得救。所以呢裏邊講嘅呢係有得救嘅三個階段。先係靈魂得救，然後呢逐漸扎根喺教會，被牧養，過信仰生活當中，逐漸成長，我哋個品性越來越有變化，有改變，生活嘅得救，慢慢成聖嘅過程，呢個係需要一個過程嘅，不斷咁樣信心成長，不斷咁樣經歷神嘅恩典，不斷咁樣被神所陶造，不斷咁樣去喺神嘅話語裏邊得着力量，去勝過罪惡，去有改變。呢個過程係叫做生活得救，亦叫做品性得救。一個過程，咁品性嘅得救呢，只要我哋一日喺教會嘅時候呢，佢係一直都係一個成長嘅狀態。咁幾時能夠完全呢？主耶穌基督嚟嘅時候，我哋
完全。耶穌基督未嚟之前呢，我哋一直係未完全嘅。耶穌基督嚟嘅時候呢，我就完全啦，完全嘅生活嘅得救，品性嘅得救，完全成聖，完全成聖。咁仲有係最後誰上結成飽滿的子粒啊？呢個指嘅係身體嘅得救，身體嘅得救，身體嘅得救。身體嘅得救呢，係耶穌基督嚟之後呢，先至會得救嘅。呢個呢，同生活得救唔同嘅嘢呢，就係生活得救係我哋需要努力嘅，我哋參與喺裏邊嘅，我哋係要得獎賞嘅，喺天上邊，因為我哋點樣去為神去活，去為神活而活嘅時候呢，會得到獎賞嘅。但係身體嘅得救呢，係主耶穌嚟嘅時候，主耶穌嚟嘅時候呢，我哋嘅身體會改變，身體會改變，身體會得救，死咗嘅人會復活，俾一個新嘅身體。如果活着嘅時候，主耶穌就嚟嘅啦，咁我哋會改變嘅，身體會改變嘅，會有一個新嘅身體俾我哋嘅。呢個身體能唔能夠入到永生裏邊啊？唔能夠，呢個身體係暫時嘅，係暫時嘅。呢個肉體係暫時嘅，會衰老嘅。但係呢，有一日主再來嘅時候呢，會俾我哋一個不朽嘅身體。我哋呢個過程呢，身體嘅得救呢，我哋能夠做乜嘢嗎？我哋能唔能夠做到啲乜嘢快啲得救啊？個身體唔能夠嘅，我哋只能夠等待，等待主耶穌基督再來嘅時候，我哋嘅身體就會得救嘅啦。首先呢係靈魂嘅救恩。救恩嘅三個階段，先發苗靈魂得救，得着靈魂嘅救恩，係因信稱義呢個，因信稱義。彼得前書嘅1章8到9節裏邊講：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，卻是愛他；而今雖不得看見，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、滿有榮光的大喜樂，並且得着你們信心的果效，就是靈魂的救恩。雖然沒有見過他，卻是愛他。點解呢？通過話語認識咗他，係嘛？通過話語認識咗佢啦。如今雖不得看見，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、滿有榮光的大喜樂。雖然未見過佢，但係因為信佢，有說不出來、滿有榮光的大喜樂。我哋係靠着神喜樂，靠着救恩喜樂。聖靈喺我哋裏邊做工而喜樂，單單因着神，我哋內心有呢份信心喺度嘅時候呢，有喜樂嘅，有喜樂，並且得着你們信心的果效，就是靈魂的救恩。因為信，所以靈魂得救。呢個係猶大書嘅1章3節裏面講：親愛的弟兄啊，我想盡心寫信給你們，論到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，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，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。
寫信給你們，論我們同得救恩，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，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道的真道，一次性，係咪一次性交付，一次性領受咗之後得救咗？一次，我哋係得救一次，永遠得救嘅。得救一次就永遠得救嘅。得救呢個係要去到天國嘅。先發苗就係靈魂嘅得救，等我哋有天國嘅盼望，因為注定咗以後要去天國嘅，因為耶穌基督復活升天之後去到天國為我哋預備地方，佢會再來，會接我哋去到天國，與佢永遠同在。呢個耶穌基督俾我哋嘅應許。咁唔信嘅人呢，係落到地獄嘅，冇得救嘅人呢，就係落到地獄嘅。後獎稅呢個係品性生活，生活得救，俗成得救嘅功夫。腓立比書嘅2章12節裏邊講，這樣看來，我親愛的大兄，你們既是上順服的，不但我在你們那裏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，更是順服的，就當恐懼戰兢，俗成你們得救的功夫。呢個指嘅係品性得救，生活得救。既然是上順服，順服邊個啊？順服神，順服神嘅話語，順服聖靈嘅引導。我哋得救之後呢，唔再係守住律法咁樣去生活嘅，係聖靈引導嘅生活。聖靈藉着神嘅話語會引導我哋，聖靈住喺我哋裏邊引導我哋，咁嘅生活係超越律法嘅，係喺神嘅愛裏邊，聖靈引導我哋去生活，係超越律法嘅。呢度講，就當恐懼戰兢，俗成你們得救的功夫。恐懼戰兢，因為信仰生活關乎乜嘢呢？關乎我哋天上嘅獎賞。天上有冇獎賞？關乎我哋喺地上嘅生活係咪信服喺神嘅話語裏邊，聖靈嘅引導當中去過信仰生活。所以因着咁樣要得着天上嘅獎賞，我哋真係要恐懼戰兢咁樣去過信仰生活，恐怕得唔到天上嘅獎賞。呢個恐懼戰兢唔係怕唔得救嘅，唔係怕靈魂唔得救，唔係咁樣啊，係怕得唔到獎賞。俗成你們得救的功夫，呢個得救係生活得救、品性得救嘅意思，唔係靈魂得救，靈魂已經得救咗啦。彼得前書嘅2章1到2節，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嘅惡毒、詭詐，並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，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禮，像在生的嬰孩愛慕禮一樣，叫你們因此漸長，以致得救。除去一切嘅惡毒、詭詐並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，呢個係一個得救之後嘅人嗰種變化，得救之後嗰種變化。所以得救之後要點樣呢？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禮。純淨的靈禮就係乜嘢？神嘅話語，聖經。神嘅話語，讀經也好，聽道也好，都係
愛慕純淨嘅靈禮，像在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。隨生的嬰孩細路仔剛出世嗰陣時食奶係咪好用力啊？好用力咁樣食奶嘅。懷過奶嘅媽媽應該好有感受嘅。佢哋好用力去食奶，食到咩嘢？成頭大汗係咪？細路仔食完奶你摸成頭大汗嘅，因為佢好渴望啊。所以得救嘅人呢，我哋要好似隨生嘅嬰孩咁樣去愛慕靈禮，愛慕純淨嘅靈禮，不斷咁樣渴望神嘅話語，聽神嘅話語，讀神嘅話語，默想神嘅話語，叫你們因此漸長，屬靈嘅生命會不斷咁樣成長。成長當中呢，以致得救。呢個得救亦都係品性得救、生活得救嘅意思。品性得救，所以呢度講到嘅得救有靈魂得救，有生活嘅得救，亦叫品性得救。有身體嘅得救，係得救嘅三個階段。先靈魂得救，之後呢生活得救，之後呢身體得救。唔係三種救恩喎，大家唔好誤會喎，係得救嘅三個階段。彼得後書嘅3章18節裏面講：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，願榮耀歸給他，從今直到永遠。阿門。得救之後要點樣呢？喺基督嘅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。恩典係咩嘢？主為我哋所做嘅，所釘嘅十字架，所流嘅寶血，呢個知道咗啦，認識咗啦，接受咗啦。更加喺神嘅恩典當中，神供應我哋一切嘅所有。喺教會當中，更加通過話語去明白佢，去認識佢，認識教會，認識神。個信仰生活當中不斷咁樣去經歷，去成長。呢個係喺恩典同埋知識上去長進。所以救恩嘅第二個階段係品性或者叫生活嘅得救。呢個係關乎獎賞，係天上有獎賞呢，定係要俾神管教呢？點樣去過好信仰生活，為主而活嘅時候呢，係會有獎賞嘅。如果係靈裏邊軟弱當中常常去犯罪，咁啊有管教嘅。第三呢係結出飽滿嘅子粒，子粒係咩嘢呢？身體得救，等候主耶穌再來，等候就得噶啦。呢度我哋做唔到乜嘢嘅，只要耶穌基督嚟嘅時候呢，我哋自然會得救復活，身體復活。如果主耶穌嚟嘅時候，我哋離開咗呢個世界啦，我哋會復活嘅。復活嘅時候會俾我哋一個新嘅身體。如果我哋仲活喺呢個世上呢，直接個身體會改變嘅，會呢個身體係肉體會朽壞嘅，會變成一個不朽壞嘅身體嘅。羅馬書嘅8章23節裏邊講，不但如此，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裏嘆息，等候得着兒子的名分，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。等候有聖靈初結果子係咩意思啊？得救咗之後，有聖靈住喺裏邊，過着信仰生活當中不斷有變化啊嘛，不斷有變化，不斷生命有改變，改變當中聖靈嘅果子聖靈嘅果子，
聖靈嘅果子，聖靈嘅9種果子啊。白話唔識背。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。但係白話背唔出嚟。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。加拉太書嘅5章22節，聖靈所結嘅果子就是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。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。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。教會有時候都會受逼迫嘅，我哋都會受逼迫嘅。呢個世上有啲人會都會制定啲律法去約束我哋嘅，但係呢，聖靈所結嘅果子有冇法律去禁止啊？冇嘅，冇嘅，你唔使擔心嘅。我哋只要活出聖靈所結嘅果子，冇人會禁止你。掌權嘅人都會誇讚你。哥林多前書嘅15章51到52節裏面講：我而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，我們不是要睡覺，乃是要改變。就在一霎時、眨眼之間，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，因號筒要響，死人要復活，成為不朽壞的，我們也要改變。呢個哥林多前書嘅15章裏邊話俾我哋知，主耶穌再來嘅時候，號筒末次吹響嘅時候，主耶穌就再來噶啦。死人要復活，成為不朽壞嘅。復活之後呢，有一個不朽壞嘅身體，能夠進入永生。我們都要改變，活着嘅人要改變，變成不朽壞嘅。聖經係咁樣講嘅，我哋係咁樣信。呢個就係救恩嘅3個階段。咁喺呢個得救咗之後，呢個已經完成咗嗬。我哋聽咗福音，相信咗之後，已經完成咗得救啦。但係身體嘅得救呢，係需要等候嘅，我哋都做唔到乜嘢。所以喺呢個中間當中，最重要我哋能夠參與嘅係品性嘅得救，生活嘅得救。咁最重要係乜嘢呢？最重要係要扎根喺教會，扎根喺教會，扎根喺教會當中呢，有聖靈嘅做工，有話語嘅澆灌，有聖靈嘅帶領。神喺度做工，神係喺教會度做工，神係使用教會。我哋要比神更加好嘅使用嘅話，要能夠成長當中比神更加使用，能夠得着天上嘅獎賞。最重要係扎根喺教會，扎根喺教會之中，我哋自然會俾神使用嘅。我哋要傳福音呢，一樣最重要係扎根教會。神係使用教會。因為我喺教會裏邊，所以神使用我。如果我唔係喺教會裏邊呢，神使用唔到嘅，神使用唔到嘅。我一個人出去點樣傳福音啊？傳唔到嘅，傳唔到嘅。所以我哋要以基督為中心咁樣去生活，過咁樣嘅信仰生活。哥林多前書嘅3章10到11節裏邊講：
我照神所給我的恩，好似一個聰明的工頭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別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，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係耶穌基督，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。我哋個信仰生活就好似喺已經立好嘅根基上邊去建造工程。建造工程立好嘅根基係咩嘢呢？耶穌基督。耶穌基督嘅救恩令到我哋得救咗之後呢，我哋就喺呢個耶穌基督嘅救恩嘅根基上，得救嘅呢個基礎上去過信仰生活，咁先至得救咗之後，先至叫做信仰生活，先至喺上面去建造我哋嘅信仰生活。咁信仰生活當中呢，會睇到唔同，雖然係同一個根基，但係都有差別。咁喺呢個根基上邊去建造，係點樣建造呢？點樣過信仰生活呢？接落嚟我哋講，我哋睇呢度點講呢？若有人用金銀寶石、草木和杆在這根基上建造，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，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嚟，有火發現。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獎賞；人的工程若被燒了，他就要受虧損，自己卻要得救，雖然得救，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。首先立好咗根基係耶穌基督，首先確定呢，每個人都係靠住耶穌基督已經得救咗嘅，呢個係信仰嘅根基。喺呢個根基基礎之上，我哋先至去建造。咁呢個建造係咩嘢？係點樣呢？有人呢係用金銀寶石，有人呢係用草木和杆。咁喺呢啲用呢啲材料去建造嘅時候呢，各人嘅工程會顯露出嚟，因為日子將來，日子要將它表面出嚟，有火發現，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。個信仰生活嘅時候呢，呢個日子越來越長嘅時候呢，我哋會俾神試驗嘅，神會試驗我哋嘅根基嘅。我哋嘅根基呢，係用金銀寶石呢，係用草木和杆呢，會顯露出嚟嘅。點樣顯露啊？火一燒咪知道咯，火一燒就知道我哋嘅根基，我哋嘅工程係用金銀寶石呢，定係用草木和杆？呢個試驗呢，就好似火咁樣，一個比喻，好似火咁樣。火一燒，如果係金銀寶石，會唔會燒晒啊？燒唔晒嘅，燒唔到嘅。佢會存立得住嘅，存立得住嘅呢係要得獎賞。存立唔住嘅呢，草木和杆燒唔燒到啊？燒到嘅。燒到嘅得唔得到獎賞啊？得唔到，但係得唔得救？得救。個信仰生活當中呢，我哋如果係用神嘅話語嚟建造，神嘅話語、神嘅帶領、聖靈嘅帶領，我哋去建造個信仰生活，呢啲叫做金銀寶石。
金銀寶石，神所帶領嘅神嘅話語俾到我哋照着神嘅話語去行喺神嘅話語當中，行喺神嘅恩典當中，行喺神嘅應許當中，呢啲叫做金銀寶石。信心不斷咁樣成長嘅，我哋嘅信心嘅根基係乜嘢呢？神嘅話語，神嘅話語不斷充滿我哋嘅心嘅時候呢，信仰生活裏邊呢嘅試驗呢，有時候有苦難嘅，苦難臨到嘅時候呢，有冇信心啊？如果冇信心咪跌低咯。有信心呢係要得獎賞嘅。有信心嘅時候，呢個試驗好似火咁樣燒唔燒得到啊？燒唔到。冇信心呢就好似草木禾稈啊！唔係用神嘅話語嚟建造自己嘅信仰生活，係用世上嘅自己立嘅目標，用自己嘅理想、自己嘅諗法，呢啲叫草木禾稈，唔係建立喺神嘅話語基礎之上嘅，會消逝嘅。環境臨到嘅時候呢，我哋如果依靠嘅係自己依靠係自己嘅話語，目標係自己嘅咁呢啲呢，環境臨到嘅時候呢，係勝唔過嘅。所以一定係要用金銀寶石神嘅話語去建造神嘅話語。所以神嘅話語太重要啦。聖靈喺度個信仰引導我哋個信仰生活嘅時候，佢係藉着神嘅話語引導我哋嘅。所以得救嘅人呢，一定要扎根喺教會，因為教會有神嘅話語，教會有聖靈嘅帶領，教會係基督嘅身體，耶穌基督嘅身體。住喺教會呢，就係住喺主裏邊，喺主裏邊安唔安全啊？安全嘅，主保守我哋嘅。神嘅教會，神喺度做工嘅。神嘅教會，神保守到底嘅。神嘅教會，神親自引導嘅。睇落去好似牧師、傳道人、同工喺度服侍，喺度帶領。事實上係邊個喺度做教會嘅治理呢？係神親自自己藉着佢嘅話語喺教會當中做治理、做引導。所以神有一切嘅看顧保守，神有一切嘅恩典同埋祝福。所以得救之後，我哋一樣得救之後會有苦難嘅，有苦難。神冇應許我哋得救之後一路平川、順風順水，冇咁樣應許。但係神話俾我哋知，得救之後會有苦難，但係神亦都俾我哋力量，俾我哋話語，俾我哋恩典，去勝過一切嘅苦難。咁樣仲怕唔怕苦難啊？唔怕嘅。遇到咩苦難，第一首先要確認自己，我係咪喺教會啊？最重要確認呢一樣嘢喎。苦難臨到嘅時候，我有冇喺教會啊？喺教會冇事，淡定啲。聚會正常，話語聽話語、讀話語、默想神嘅話語同埋聽道同埋禱告，同埋一齊俾神使用當中去傳福音。得救之後嘅信仰生活係話語、禱告、相交就係聚會傳道。呢好似汽車四個轆咁樣，四個轆。話語、聽話語、禱告，常常喺禱告當中
與主相交，與主親近，凡事交託俾主，得到主嘅幫助。凡事喺禱告當中求主嘅幫助，一定要係建立喺話語嘅根基之上。如果冇話語咧，一直禱告咧，呢個人咧會進入一個神秘主義嘅。好似咩嘢禱告就得喎，但係呢個禱告符合唔符合神嘅旨意啊？唔知喎，咁得唔得啊？唔得嘅，一定係建立喺話語嘅基礎之上。所以先係話語，話語嘅根基一定要紮實。聽話語，讀聖經，默想聖經，聽過嘅話語做筆記，不斷咁默想，知道神嘅旨意，知道神嘅恩典，知道神係點樣帶領嘅。呢個係喺恩典同埋知識上長進啊嘛。知識係指乜嘢？知識係神嘅話語，神嘅話語。所以有咗神嘅話語啦，我哋知道點樣去依靠神，我哋能夠分辨呢啲係咪神嘅旨意。喺神嘅旨意裏邊，有咗神嘅話語，有咗神嘅話語，我哋再去禱告，我哋知道邊啲係神嘅旨意，邊啲唔係神嘅旨意。打開約翰福音嘅15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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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到6節，揾到我哋一齊嚟讀。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，你們要常在我裏面，我也常在你們裏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，自己就不能結果子。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，也是這樣。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。這樣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作什麼。人若不常在我裏面，就好似枝子丟在外面枯乾，人拾起來掟在火裏燒了。呢度話俾我哋知，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。現在你哋應該聽咗福音嘅道，領受這福音，罪得赦免，已經乾淨了。因為聽咗福音，得着拯救，罪得赦免，已經乾淨了。乾淨了之後要點樣呢？你們要常在我裏面，我也常在你們裏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，自己就不能結果子。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，也是這樣。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。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作什麼。我哋得救咗之後呢，我哋係扎根喺教會，主係葡萄樹，我哋係枝子。我哋係扎根喺教會，教會就好似葡萄樹咁樣。我哋扎根教會，我哋呢條枝子呢就會結果子嘅，得着營養，一切嘅供應會結果子嘅。佢話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作什麼。
離開咗主呢，我哋做唔到乜嘢嘅，做唔到乜嘢嘅。基督徒如果離開咗主呢，做唔到乜嘢嘅，就好似乜嘢呢？人若不常在我裏面，就好似枝子丟在外面枯乾，人拾起來掟在火裏燒了。葡萄枝燒火呢，燒唔得好大火嘅，做家具又做唔到。如果枯乾咗呢，葡萄枝呢，阻掟嘅咋，人拾起身燒咗佢係為咗唔佢阻掟，冇用嘅意思。所以得救嘅人一定係紮根喺教會，神有一切嘅供應，葡萄枝會結出豐盛嘅果子。呢度仲有一個第七節係咁樣講嘅。你們若常在我裏面，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。凡你們所願意的，祈求就給你們成就。呢個好重要啊，非常之重要啊！你們若常在我裏面，你哋如果常紮根喺教會嘅話呢，教會有好多話語嘅宣講，神喺教會當中宣講佢嘅話語，聖靈喺度做工，等我哋能夠明白佢嘅話語，領受佢嘅話語，能夠明白佢嘅話語。我的話語常在你們裏面，神嘅話語就喺我哋裏面，我哋明白，我哋記得，我哋知道。咁呢，神嘅應許係咪喺佢話語裏邊啊？神一切嘅應許、一切嘅祝福同埋恩典都喺佢嘅話語裏邊。咁佢繼續點樣講呢？凡你們所願意的，祈求就給你們成就。知道咗神一切嘅話語，知道咗神嘅話語，哪怕唔係全部知道，你只要知道幾多，知道神嘅話語裏邊佢有咩應許嘅話，凡你們所願意的，照着神嘅話語去祈求嘅時候呢，就給你們成就。神嘅應許，所以紮根喺教會嘅時候呢，神喺度做工，我哋知道神嘅應許喺佢嘅話語裏邊，我哋自己讀有時候讀唔明，嚟到教會嘅時候，聖靈喺度做工，聖靈亦使用佢嘅工人去解開佢嘅話語，令到我哋能夠常常去明白，去聽到，去記得神嘅話語嘅時候呢，我哋睇到神話語裏邊嘅豐富同埋恩典，佢嘅應許。咁祈求就給你哋成就。見到神喜悅啲咩嘢，神有咩嘢應許喺聖經裏邊，祈求就給你哋成就。按照神話語去求嘅時候，神必定成就嘅。呢個神嘅應許嘅。第二日我哋照着神嘅話語去求嘅時候，如果得唔到，我哋去到神嗰度問佢：呢個話語咁樣講，點解我求得唔到嘅？有冇信心啊？你要有信心，我哋有個信心。所以得救之後要紮根喺教會，太重要啦！紮根喺教會，紮根喺教會，我哋會經歷生活嘅得救，亦都叫做品性嘅得救，會俾神喺成長當中俾神所使用，去得着天上嘅獎賞，非常之重要。紮根教會，話語聽話語讀話語話語禱告，相交即係聚會，仲有傳道。呢個就好似汽車嘅4個轆咁樣嘅信仰生活，我哋靈命得着成長嘅秘訣，4個轆。如果呢4個轆好似隻汽車咁樣，一個轆冇咗氣，開唔開得喐啊？可能開得喐，但係開得好慢，
開得好難受，開下開下會壞添。所以話語、禱告、相交、傳道，信仰生活嘅四大要素。好，今日下午我哋嘅分享到呢度結束，希望大家好好地紮根喺教會，俾神更加寶貴嘅使用，得着天上嘅獎賞。好，我哋禱告結束。愛我哋永不改變嘅天上的父神，我哋感謝你，感謝你俾到我哋咁大嘅恩典，實在太大嘅恩典。感謝你俾我哋咁樣嘅機會去分享你嘅話語，等我哋能夠通過你嘅話語去認識你，認識你獨一嘅真神，並且認識你所差來嘅耶穌基督。等我哋能夠通過耶穌基督為我哋所成就嘅救恩，我哋白白咁領受呢個救恩，我哋靈魂得着拯救，罪得着赦免，我哋被神你安置喺你嘅教會裏邊。求神你繼續看顧保守聽到這福音嘅話語，公公得救嘅弟兄姊妹，同埋所有引領慕道友嘅弟兄姊妹，你更加俾佢哋恩典，俾佢哋力量，等佢哋能夠一齊紮根喺教會當中，彼此嘅相交，能夠聽到神嘅話語當中，喺你嘅旨意當中去向你祈求，過好信仰生活，為你去傳揚福音，拯救靈魂，能夠得着天上更大嘅寶貴嘅獎賞。求主你與我們同在，喺佛山呢個地方去興起你嘅工人，去興起你嘅福音，更多嘅靈魂能夠得救。求你垂聽我哋咁樣嘅祈禱，奉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